屬龍嘅你今年終於回歸平淡啦，因為2025咧你係重桃花年，咁喺2025重桃花年，如果把握得到或者結咗婚懷咗孕就 OK 啦。如果2025重桃花年都冇行啊，你要檢討下自己啦。咁係究竟係自己眼角高定係冇交際，完全唔出街，所以識唔到人呢？咁但係即使2025識唔到人都唔緊要，因為2025個重桃花會延續到2026嗰個春天嘅，所以春天嚟講你屬龍都仲要把握機會，除非你好享受單身嘅生活，咁就唔使把握啦，係咪？有啲人唔中意拍拖噶嘛，我都有個男仔朋友唔中意拍拖嘅，佢係拍到煩得滯，所以你無論男又好女又好，如果你唔中意拍拖呢，唔使把握桃花，淨係睇事業就得啦。咁因為屬龍今年嚟講咧，事業排第6都叫做中上嘅生肖，因為感情就排第10，事業排第6。咁感情方面，如果你唔中意有桃花都冇辦法啦。如果中意有桃花咧，除咗春季可以留意咧，都要留意呢個係農曆4月同10月都係重桃花月嚟嘅，所以春天跟住延續到4月，4月過咗仲有個10月啊，都仲可以把握嘅。咁事業方面今年嚟講都 OK， 因為今年吉星有天解解神，逢凶化吉，能發空星之力，同埋有8座有利地位提升。咁8座地位提升咧就對打工有幫助咯，因為今年係比較容易升職年。咁升職同運氣就冇關係嘅，升職即係睇入係升職年，即使你生喺春夏秋冬好運或者衰運都啦，其實嗰個機會率係一樣嘅。反為做生意今年地位提升咧，只係有利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。如果你係春夏天出世咧，咁你容易有名無利。咁有名無利都唔緊要嘅，先打好個名氣。咁因為你春夏天出世嘅人咧，係去到2028到2033就輪到你嘅運氣啦。咁打好名氣地位，咁28到33再進攻都 OK 嘅。所以今呢個8座，如果係行緊運，當然勢如破竹；未行運到啦，先打好個名氣，咁名到嘅利就自然會跟住嚟㗎啦。咁空星有咩？空星係血刃，手腳容易受損傷。咁但係屬龍嘅你今年又唔係犯太歲，又唔係沖太歲，又唔係損傷年。咁你少嘅血刃星咧，可能行街撞親隻腳啊，切嘢切親少少嘅手指流少少血啊，就唔係咩嚴重意外損傷嚟嘅。咁如果你唔放心咧，都可以喺自己犯太歲、沖太歲月份，農曆3月、9月可以捐嚟洗牙化解都得嘅。咁仲有個星叫做浮沉，咁浮沉都啱嘅，因為桃花排第10，嗰個財運排第6，咁都叫中游生肖浮浮沉沉，又唔係上得好快，又唔係話跌得好快。咁但係始終春季因為有桃花餘氣，都有機會咧睇高一線嘅。咁尤其做生意嘅人喺春季嚟講，盡量把握機會啦。